做，阮才有重生的机会。伫人生的过程中，阮拄着侪的试探，侪摆，阮感觉强烈忍受袂牢。但是主总会留一条出路，互阮关关难过，关关过。主，你是所有的源头，灵魂的所在。请主伫阮软弱的时阵，惊吓欠过的时阵，安静阮的心，甲阮治地，互阮力量，互阮智慧。求主救阮脱离艰难困苦，求主赐福，互阮甲阮的家人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能力、永远拢是主上帝你的。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